12月6號星期六呢邊要同大家睇睇主要外匯啦、貴金屬、加密貨幣同埋啲能源期貨嘅走勢。先有個免責聲明，本片內容純粹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，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啱啱過咗呢2個禮拜，美匯指數咧又跌翻去近呢個幾月徘徊區嘅底部啊，不過跌到去99啊、98嗰啲位度咧，暫時企穩。上個禮拜最低98.76。咁預期由而家去到聖誕市況咧，應該都橫行為主啦，成交會慢慢稀疏啦。正因為呢個緣故咧，如果有咩突發事嘅話咧，佢個市況呢個波動咧會比平時咧更加大嘅。大家入市嘅時候咧比較小心。咁睇翻美匯指數，正話提過啦，支持位暫時喺99附近，再低少少咧有個支持位咧就10月嘅低位98。上邊阻力100.50，破位咧，估計可能都要去到1月啦，快都要，今日會試102嗰啲水位。歐羅對美元最高去到1.1682啦，去翻近期徘徊區嘅頂部。比較重要嘅阻力1.17，可能見一見之後咧，或者翻落嚟，向呢個1.146啊、1.168啊之間呢啲位置嚟好徘徊。低啲嘅支持位咧睇1.14，穿位嘅話咧要去到呢1.11啦。英鎊對美元翻返去1.33之上，不過做一個射擊之星啊、無人蓋頂啊呢啲嘅形態，短線有機會翻落嚟1.32附近啦，跟住1.32、1.33之間徘徊，大啲嘅範圍喺1.3到1.36。美元對瑞郎響徘徊區嘅中間位置嚟到上落，範圍睇0.79到0.81。美元對日元去到158嗰啲位咧有阻力啦，已經調整咗有2個禮拜，支持位睇154，破位要落到150，上邊阻力咧159，再高少少咧160到162之間。美元對加元咁就禮拜五出現咗急跌嘅情況，支持位下一步咧睇1.3750同埋1.36，上邊阻力1.39同埋1.40。澳元對美元破咗0.66啦，咁有機會挑戰呢0.67嗰啲水平，穿嘅機會咧比較細啦，估計要短期。但係如果穿嘅話咧，上邊咧可能大啲嘅阻力咧要去到0.69嗰啲位。咁而家短線支持位睇0.66同埋0.6540。紐元對美元阻力位0.58，破位要上到0.6嗰啲水位，下邊支持位0.56同埋0.55。今個禮拜五係再試近呢1個月嘅高位啊，約莫4250嗰啲水位，不過咧就無功而回翻去4200蚊附近嚟到收。下邊支持位咧依然睇呢個4000蚊同埋3900咧，即係近期嘅一啲低位。上邊阻力4400，一個圓底啊，或者響4250度咧一個類似 VCP 收窄嘅形態已經出現咗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但緊係做新高嘅禮拜五，甚至去到59.3嗰啲水位度啦。不過咧回翻少少嚟到收，企向58附近。下邊支持位54啦，即係之前嘅歷史高位。上邊阻力62。原油期貨窄幅上落範圍睇58到61，闊啲嘅範圍56到62。天然氣期貨繼續做好嘅，上邊下一個阻力睇6蚊。6蚊如果破位嘅話咧，再高少少去到7.6，下邊支持位4.9同埋4.2。Bitcoin 係反彈嘅，不過咧去到92,000蚊咧有阻力。預期咧近期嘅上落範圍咧喺85,000蚊到92,500蚊附近，闊啲嘅範圍咧76,000去到10萬蚊。最後睇睇以太幣，亦都係上反彈啦，去到3200蚊咧有阻力。預期短線上落範圍咧2800到3200，闊啲嘅範圍咧2250去到3700。好，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即刻收睇。